各位好，以下一則新聞報導，今屆樂道先生選舉冠軍誕生啦！喺過去嘅2個幾月，我哋揾盡港九新界大大細細嘅商場同埋店鋪嘅優惠，唔單止試過俾人拒絕，甚至俾人用粗口鬧過。香港唔少嘅商場都留低我哋嘅足跡，我哋更加絞盡腦汁去諗我哋嘅活動，用晒我哋大家嘅私人時間，喺學校幾夜都唔走，都係為咗幫大家搞好呢個學生會，為大家諗最方便你哋嘅福利同埋活動，竭盡所能去為大家服務。喺呢段期間，我哋不斷收集各級同學嘅意見，務求盡力令同學滿意我哋嘅服務態度。即使搞到天昏地暗，都在所不計。最重要係你哋中意。即使我哋面對咁多閒言閒語，我哋都未有放棄，依然堅持繼續落去。希望各位能夠喺10月11號投我哋一票。我係 Ace Team 嘅主席 5A 班嘅鄭立聰，多謝各位。就放手去衝。I say 1, 2, 3, go， 大聲唱着絕不回頭。而家夜晚9點啦，我哋啱啱先搞完嘢。OK， 你哥。而家夜晚9點啦，我哋啱啱先整完學生會啲嘢。我覺得真係好辛苦啊，不過一切都係值得㗎。只可以贏，幾辛苦都唔緊要。贏啦！我一定要贏。2號。喂，你喺度做緊啲乜嘢啊？我今日嚟到馬鞍山係揾2個神秘人物嘅，而家就去啦，得！各位同學大家好，記唔記得我啊？我係上年走咗嗰個李 Sir 啊，咁咧而家我就轉咗第2間學校啦，都冇穿冇爛未少得嘅。咁咧咁啱咧何同學咧，何世昌同學咧就揾我咧就幫佢哋宣傳喎，咁啊宣傳佢哋咧呢個2號候選內閣咧 Ace Team，咁我睇過佢哋段宣傳片咧，又真係拍得非常之好喎，仲肯咧特登咁遠嚟到馬鞍山揾我咧去幫你哋去宣傳，咁算係咁啦，仲記得我，咁不如大家喺10月11號咧就投佢哋一票啦，咁支持下佢哋啦，我都支持佢哋㗎，耶！六度同學記得我嘛？係啦，我係鄧永欣老師啊，我係考緊 DSE 嘅你，仲有讀緊中2、中3、中4、中5嘅你，記得啦，10月11號嚟投票咯喎，投2號候選內閣 Ace Team， 記得除咗努力學習之餘咧，都要努力參與課外活動㗎喎，喂，快啲嚟揾我啦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方世傑啊，請大家支持樂道中學2號 Ace Team， 10月11日就係投票日啦，2號，yeah。請大家支持樂道中學嘅學生會選舉，10月11號投票。我係陳會人。